安快集团，2001年3月在锡林浩特市注册，运营中心在北京，业务范围遍及中国3北地区，辐射全国，联通国际，是全方位实施信息化管理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褐煤运销商之一。安快集团成立以来，以闯天下、给合作者带来利益的博大胸怀，秉持致力企业强盛、成就个人价值、创建驰名品牌、铭记社会责任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着安全、快捷、精确、方便的物流服务。安快集团10年，曾先后获得20多项认证、奖励和荣誉。2010年，通过 ISO 9001-2008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5月，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审定为国家5A 级物流企业。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数据源、物流网络信息系统风险与防范等4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安快集团是主要起草的单位之一。安快集团经过10年的用心拓展，现主营业务已由最初的临单物流向综合物流方向发展，业务覆盖由区域到全国，并且延伸到俄罗斯、蒙古国和中东地区，合作伙伴有16万多个，高端客户数10家，与神华集团、大唐国际、华电、华能、海尔、联想、伊利、达芙妮等著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历经10年发展的安快，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品牌，被市场证明的业态模式，先进的信息技术体系支持，高价值的客户群体，持之以恒的平衡积分卡管理，富有活力的管理团队和企业文化。企业在壮大，思想在升华，知进退，善取舍，敢担当，事竟成。安快人在董事长张海峰的带领下，将以更高的思想境界，向着更高、更快、更好的方向前进。选择安快，享受安全快捷的物流服务，支持安快，获得平安快乐的超值回报。安快集团，精彩与您同享。